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，诗篇143篇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爱耳孔听我的恳求，求你照你的信实，照你的公义来应我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祈祷，照你信实甲公义来应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全能的天父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伫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阮。主啊！你甚至为着听阮，竟然用你所听的囝耶稣基督来替阮担当阮的罪，赦免阮的辜负亏欠，互阮通藉着主的死甲活，赢过死亡的关系，互得胜的气力临到伫阮的生命。主啊！你是圣洁的上帝，你也欢喜阮追求圣洁，求你救阮脱离一切的歹，阮求你听阮的祈祷，爱耳孔听阮的恳求，求你照你的信实，照你的公义来应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